想象一下，你喺2008年，全世界嘅經濟正在一個史詩級別嘅崩潰之中。雷曼兄弟啱啱執笠，美國股市跌到連啲喺華爾街返工嘅人自己都唔敢望住塊電腦屏幕。成個地球嘅有錢佬都喺度問同一個問題：我啲錢去咗邊？而成個地球嘅普通人都喺度問另一個問題：咁我係咪連份工都冇埋？就係呢一年有一個男人，佢嘅處境係邊個救我慘？佢有2間公司，一間係火箭公司叫 SpaceX， 另一間係電動車公司叫 Tesla。表面上聽落好勁係嘛？火箭喎，電動車喎，聽落就係未來嘅嘢。但係2008年嘅實際情況係 SpaceX 嘅火箭已經連續3次升空之後爆炸，唔係1次，唔係2次，係3次。每一次都喺全體員工、全體投資者，仲有全世界媒體嘅面前，轟轟烈烈咁爆到連渣都冇。而 Tesla 呢？ Tesla 嘅銀行戶口入邊剩低嘅錢大概只夠再撐多幾個禮拜。唔係幾個月，係幾個禮拜。哦，仲有佢同時辦理離婚手續，係你冇聽錯，2間公司就快乾塘，火箭爆緊，頭家散緊。呢3件事係同一時間發生喺同一個人身上嘅。而呢個人佢唯一嘅選擇就係繼續，唔係因為佢有把握，唔係因為佢知道結果會點，而係因為佢根本已經冇錢退出啦。佢已經將自己嘅所有積蓄由 PayPal 賺翻嚟嘅1億幾千萬美金全部壓落呢2間公司入邊啦。然後就係2008年9月28號，太平洋上一個細到你 Google Map 都要 zoom in 好耐先揾到嘅小島，跨架臨環礁。SpaceX 嘅第4支火箭，亦都係佢哋最後一支火箭豎立喺發射台上面。如果呢次再失敗，就冇第5次。冇第5次嘅意思就係冇 SpaceX。冇 SpaceX 嘅意思就係 Elon Musk 全盤皆輸，執笠收檔，而 SpaceX 就要加入 Facebook 嘅公司店鋪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控制室入邊一班平均年齡可能唔夠30歲嘅工程師，帶住幾年嚟3次失敗嘅陰影，靜靜咁望住塊屏幕，連呼吸都唔敢太大聲。倒數開始，引擎點火，火箭升空。9分鐘31秒之後，控制室入邊傳出一把聲音，係確認火箭成功入軌道嘅聲音。然後成間房同時爆發，所有人跳起嚟，有人喺度喊，有人喺度抱住旁邊嘅同事唔放，有人喺度傻笑，因為佢哋根本唔敢相信呢件事係真實發生緊。而 Elon Musk 企喺人群之中，眼眶紅晒，喊緊。呢個男人叫 Elon Musk， 你可能已經聽過佢嘅名。可能係因為 Tesla， 可能係因為 SpaceX， 可能係因為佢喺 Twitter X 上邊發緊啲令你唔知係天才定係白痴嘅貼文，又或者係因為你見過有人喺網上面話佢係現實版 Iron Man， 然後另一堆人話佢係全地球最危險嘅人。但係今日我哋唔係要爭論佢係英雄定係惡棍，今日我哋係要講一個故事，一個由南非俾人打到入院嘅孤獨細路，點樣一步一步行到成為地球歷史上最有錢嘅人嘅故事。中間有幾多次佢以為自己玩完，有幾多次所有人都話佢係瘋子，有幾多次佢差啲真係輸晒。你聽完之後可能會覺得佢好勵志，可能會覺得佢好恐怖，但係有一樣嘢係我可以保證你嘅，你一定會覺得呢個人係真係唔係正常人。1971年6月28號，南非比勒陀利亞一個叫做 Pretoria 嘅城市。呢個城市係南非嘅行政首都，係一個陽光充沛、花園靚麗、街道整齊嘅地方。如果你係一個旅客，你可能會話：哇，呢度好正喎，住喺度好舒服㗎喎。但係對於一個細路嚟講，尤其係一個成日喺圖書館入邊縮喺一角讀書，唔中意踢波，唔中意追女仔，淨係中意對住電腦發呆嘅細路嚟講， Pretoria 咧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孤獨嘅地方。呢個細路叫做Elon Reeve Musk， 佢嘅老豆咧係叫 Elon Musk， 係一個電機工程師，據講係一個幾叻幾醒目嘅人。但係佢同時係一個非常複雜、非常難相處，令成個家庭都活喺陰影之下嘅父親。Elon自己長大之後喺訪問入邊形容佢老豆用嘅係 terrible human being 呢幾個字，一個糟糕可怕嘅人，唔係 difficult， 唔係 complicated， 係 terrible human being。你諗下，一個人要幾憎你，先會用呢幾個字嚟形容你。佢嘅媽媽叫 May Musk，
係加拿大人，係一個模特兒兼營養師，係一個美麗、堅強、充滿生命力嘅女人。基本上佢哋兩個人係完全唔 match 嘅。一個係充滿陽光嘅加拿大女子，另一個係複雜難頂、衰格陰濕嘅南非工程師。佢哋結咗婚，生咗3個仔女，然後喺伊朗9歲嗰年離婚。父母離婚之後，伊朗做咗一個佢自己後嚟話係人生最大錯誤嘅決定。佢選擇跟住爸爸住，係佢自己揀嘅。佢話係因為覺得爸爸一個人住好可憐，想陪住佢。你知唔知呢個決定有幾慘？就係你出於好心，主動選擇咗一條最艱難嘅路，然後之後嘅每一日都係喺度後悔緊。人世間最痛苦嘅事莫過於此。跟住爸爸住嗰段日子係佢人生最難捱嘅經歷之一。而呢個人係之後捱過火箭爆炸3次同差啲破產嘅。佢父親係一個控制欲極強、超級霸道、情緒極唔穩定、隨時爆炸，而且中意精神虐待人嘅人。佢唔打你，佢係用言語同態度慢慢磨你，令你覺得自己冇用、蠢，係唔值得被愛嘅。所以你而家明白點解一個細路會選擇成日一個人坐喺圖書館入邊讀書，因為圖書館入邊係平靜嘅，係安全嘅，係冇人會傷害你嘅。學校係伊朗另一個戰場，但係唔係讀書方面。讀書對佢嚟講根本係小兒科，因為佢有接近攝影記憶嘅能力，睇過嘅嘢基本上唔會忘記。有一次，佢同學指住月亮話：哇，月亮好遠啊，有10億英里咁遠。然後伊朗淡定咁答：唔係，月亮距離地球係24萬英里左右。佢同學即刻靜晒。係呢種懶叻嘅細路，你就知佢喺同學中幾乞人憎。伊朗喺學校入邊被欺凌得非常嚴重。唔係小朋友之間嗰種你今日唔同我玩嘅欺凌，係真實嘅肉體上嘅暴力。有一次，一班男仔追住佢打，佢俾人由樓梯頂推落去，然後跌喺地下之後，仲有人衝過嚟繼續打佢，打到佢失去意識，然後佢係俾人送去醫院嘅。佢嘅鼻骨受傷，嚴重到影響咗呼吸，後來需要做手術糾正。返到屋企，知唔知佢爸爸做咩？佢爸爸喺佢面前大聲鬧咗佢超過1個鐘。唔係關心，唔係問佢有冇事，而係鬧佢。鬧佢平時中意笑同學蠢，話佢自己攞嚟，話佢唔識做人先會冇朋友。個仔啱啱喺學校俾人打到入院，佢老豆第一個反應係怪個仔。但係喺呢度發生咗一件有趣嘅事，或者話係一件令 Elon Musk 變成 Elon Musk 嘅事。佢冇崩潰，佢冇放棄讀書，佢冇變成嗰種成日哭哭啼啼嘅可憐蟲。佢做咗一件你估極都估唔到嘅嘢，佢去圖書館借更多書。伊朗細個睇書睇得幾勁呢？講俾你聽，你第一個反應一定係太誇張啦，仲有冇誇啲啊？佢自己話細個嘅時候，佢每日睇書睇足8到10個鐘，係每日，唔係假期先睇，係每日。放學之後、週末、節假日，全部時間都係睇書。到底佢睇書睇到有幾誇張？佢睇晒學校圖書館啲書，然後佢就轉去睇百科全書。係，你冇聽錯，係成套百科全書，由 A 讀到 Z， 逐個字逐個字咁讀。而且因為佢有過目不忘嘅能力，所以讀過嘅嘢基本上全部入晒腦，令到佢細個嘅時候已經係一個行走嘅人肉 Wikipedia。你問佢任何問題，佢都可以答你，而且答得比大人更準確、更詳細。而因為佢乜都識，令佢覺得所有同學愚蠢，當然係令佢更乞人憎、更唔受歡迎。但係就係喺呢份孤獨入邊，伊朗發現咗一樣令佢着迷到忘記成個世界嘅嘢——電腦。伊朗10歲嗰年第一次接觸電腦，係一台叫做 Commodore VIC-20嘅電腦。喺呢個名你可能從來冇聽過，因為呢台電腦係舊到連你阿爺可能都唔記得。但係對於10歲嘅伊朗嚟講，呢台電腦係佢人生至今見過最神奇嘅嘢。佢即刻迷上咗。問題係嗰時候冇 YouTube 可以睇教學片，冇 Google 可以搜尋答案，得返一本厚厚嘅英文使用手冊，乜乜嘛嘛全部係 technical terms 技術術語。正常人拎住呢本手冊，大概讀2頁之後就放低話，唔係我杯茶，唔啱我口味。但係伊朗唔係正常人。佢拎住本手冊，由頭讀到尾，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學識晒基本嘅電腦編程，
然後係12歲嗰年，伊朗做咗一件令當時所有人都大跌眼鏡嘅事，佢寫咗個電腦遊戲，遊戲嘅名叫 Blaster， 係一個太空射擊遊戲，你要控制一架太空船對抗外星人同埋各種武器。遊戲本身老實講，以今日嘅標準嚟睇係非常非常簡陋嘅。graphic 係幾條線加幾個點，音效係嗶嗶聲，玩法係你射佢，佢射你。但係喺一個12歲嘅細路靠自學，唔靠任何人幫助嘅情況下寫出嚟嘅遊戲，喺1983年呢件事係一個神蹟。然後更神奇嘅事發生咗，佢將呢個遊戲連同完整嘅 source code 一齊投稿去一本叫做 PC and Office Technology 嘅電腦雜誌，然後雜誌將佢個遊戲連埋 source code 印喺雜誌度，仲俾咗佢$500。$500係$500放喺今日可能唔係好大嘅數目，但係你要記住呢個係1983年，係一個12歲嘅細路靠自己寫嘅嘢換翻嚟嘅真金白銀。但你知伊朗最叻係咩啊？唔係佢識寫曲，唔係佢12歲就識賺錢，係佢選擇嘅遊戲主題。Blaster 係一個太空遊戲，唔係賽車，唔係打交，唔係公主城堡，係太空，係外星人同宇宙飛船。一個12歲嘅細路坐喺南非一間房入邊，窗外係 Pretoria 嘅陽光，而佢腦入邊裝住嘅係成個宇宙。好多人問過一個問題，究竟係咩令一個受盡欺凌、家庭破碎、活喺陰影之下嘅細路，最後冇變成一個充滿仇恨同憤怒嘅人，而係變成一個想要改變成個人類文明嘅人？心理學家有一個答案：孤獨係一把雙刃劍。大部分人遇到孤獨係選擇逃避，係揾人傾偈，係玩遊戲，係做任何嘢令自己唔需要面對孤獨。但係有極少數人係真係極少數，係選擇走入個孤獨入邊，喺入邊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世界。伊朗就係極少數人之一，佢用讀書建立咗一個任何人都搶唔走佢嘅知識庫，佢用編程建立咗一個可以隨意創造嘅宇宙，佢用孤獨訓練咗一種大部分人窮一生都學唔到嘅能力，係自己同自己相處，喺冇人支持嘅情況下繼續前進，係失敗之後唔需要有人安慰都可以企返起身嘅能力，係日後當佢嘅火箭爆炸，當佢嘅公司就快執笠，當所有人都話佢係癲佬，佢需要嘅唔係掌聲，唔係安慰，唔係有人拍住佢膊頭話你得㗎，佢需要嘅係南非 Pretoria 嗰個孤獨細路喺圖書館角落坐低翻開下一本書嘅嗰一種平靜。17歲 Elon Musk 決定離開南非，唔係旅行，係永遠唔返南非。1989年17歲嘅 Elon Musk 孭住一個背囊，拎住少少積蓄同南非講咗一聲，其實係冇聲㗎，因為佢係偷偷地走嘅，然後上咗架飛機飛去加拿大。點解要走啊？官方版本係佢媽媽係加拿大人，所以佢有加拿大公民身份，去加拿大讀書係合情合理嘅選擇。但係私底下真實版本係南非有個規定，所有男性公民係到咗年齡之後必須服兵役。而 Elon Musk 係一個喺學校讀書讀到唔捨得放低，喺房間寫 code寫到唔捨得瞓覺，成個腦入邊裝住火箭同宇宙飛船計劃嘅人。你叫佢去服兵役，唔係話佢懦弱，係話佢係一個有計劃嘅人。佢爸爸喺南非搞嘅嘢，佢唔想參與。佢嘅夢想係去美國，去矽谷，去嗰個當時係全世界最令人興奮嘅地方。而加拿大係最快嘅跳板，所以佢走係冇同屋企人商量，冇計劃好下一步，甚至係冇確認有冇人喺加拿大接佢嘅情況下，上咗架飛機飛去咗一個佢從來冇去過嘅國家。喺滿地可安全落咗機之後，伊朗先發現一個殘酷嘅事實。佢原本計劃聯絡佢媽媽嘅舅父，但係發現對方已經離開咗滿地可，根本已經唔係喺滿地可住啦。搞到佢要喺青年旅社同5個陌生人瞓喺同一間房，瞓覺仲要抱住個背囊，因為佢驚俾人偷嘢。1個禮拜之後，佢用$100買咗張巴士車飛，然後係搭巴士由滿地可一路搭去沙斯卡寸往 Saskatchewan 省，幾遠啊？2850公里左右，好似由香港搭巴士去哈爾濱咁遠。唔係坐飛機，唔係坐火車，係搭緊一架普通長途巴士，坐足大約30幾個鐘，穿越茫茫雪原同草原，
去揾一個佢從來未見過面嘅遠房表哥 Mark， 佢做個農場工人，喺 Saskatchewan 省一個農場頂住加拿大嘅凍風喺田入邊做體力勞動。佢做過木材廠工人，搬木頭、鋸木，估都估唔到日後會做火箭。佢仲做過鍋爐房清潔工，就係嗰種你入去之前要着齊保護裝備，入去之後即刻後悔接咗呢份工嘅地方。呢段日子，伊朗事後講係 interesting 啊，用 interesting 嚟形容嘅嘢，通常代表非常慘，但係我唔想直接講。但係喺呢段最辛苦嘅日子入邊，伊朗冇停止規劃未來。佢喺農場鋤緊地，喺木材廠搬緊木嘅時候，腦入邊仍然係喺度計算，喺度規劃，喺度想像佢想要嘅未來係點樣嘅。有人問過佢呢段打雜嘅日子係咪令佢覺得好低落、好灰心？佢話唔覺得咯，嗰陣幾有趣㗎，學到好多嘢。佢係鍋爐房清潔工做得 interesting 嘅人。你而家明白點解佢之後可以咁淡定睇住自己火箭爆炸啦？打咗一段時間工之後，伊朗終於入讀咗 Queen's University 喺加拿大安大略省嘅 Kingston。喺呢度，佢做咗佢人生入邊少數幾件正常人都會做嘅事之一，拍拖。Elon Musk 喺 Queen's University 識咗佢第一個女朋友，一個叫 Justine 嘅女仔。但係呢段感情嘅開始係非常有 Elon Musk 風格嘅。佢約 Justine 食雪糕 ，Justine 答應咗，但係去到嗰日 ，Justine 話要去讀書，放佢飛機。正常人遇到呢個情況，可能會話OK 咯，然後返屋企喊。Elon Musk 嘅反應係直接走去 Justine 讀緊書嘅地方，帶埋2個雪糕桶，坐喺佢對面等佢讀完書。呢個係同一個人。日後同時管理6間公司，每週工作120個鐘，瞓喺工廠地板嘅人，喺追女仔呢件事上面選擇咗用人肉守候嘅策略，而且係有效嘅。Justine 後嚟話佢係因為伊朗呢個舉動而覺得佢唔係普通人，係完全啱。只係佢嗰陣未知道伊朗係幾唔普通。喺 Queen's University 讀咗2年之後，伊朗轉學去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即係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或者係你可能更熟悉嘅名字 Penn 美國嘅常春藤盟校之一。呢一步係佢計劃中嘅一步。加拿大唔係終點，美國先係。去 Penn 讀書，一係可以留喺美國，二係一張常春藤學歷，去到邊都好用。喺 Penn， 伊朗讀咗2個學位，物理學同埋經濟學，係同時讀2個學位，唔係1個，係2個，而且係2個完全唔同領域嘅學位。問佢點解要同時讀2個，佢話因為2個都係我需要嘅。物理係幫佢理解世界係點運作嘅，經濟係幫佢理解錢係點流動嘅，而2樣嘢合埋一齊就係幫佢理解點樣用有限嘅資源做最大嘅嘢。喺 Penn 嘅日子，伊朗仲做咗另一件幾有趣嘅事，因為交唔起學費，佢同朋友租咗一間10個房間嘅大屋，然後喺週末將間屋變成夜店，入場費1個人收5蚊，有時候一個夜晚入場人數去到500人。呢個就係 Elon Musk， 火箭工程師、電動車 CEO， 地球最有錢嘅人，早期嘅副業係開夜店。伊朗自己講，佢係個夜店入邊係做保安嘅。唔係真係保安，係全場唯一清醒、唯一冇嗨，企喺度睇住所有人嘅嗰個。全場500人飲緊酒、跳緊舞，得佢1個人清醒企喺度。日後管理6間公司嘅人係咁開始嘅。1995年 ，Elon Musk 喺 Penn 畢業，然後去咗加州，被 Stanford University 錄取讀材料科學嘅博士課程。Stanford 係全球最頂尖嘅大學之一，材料科學博士係一個正常人讀完之後可以自豪一世嘅學歷。而 Elon Musk 喺呢個課程入邊讀咗幾耐呢？2日，係2日。佢喺 Stanford 讀咗2日，然後就退學啦。退學嘅原因係1995年佢抵達加州嗰一刻，係全球最瘋狂嘅互聯網浪潮正式開始嘅一刻。喺呢一年 Netscape 上市，互聯網股票係一夜之間變成全世界最炙手可熱嘅投資。每一個有一個網站同一個 idea 嘅人都可以拎到投資者嘅錢。喺矽谷嘅每一個咖啡、每一個酒吧、每一個大學宿舍入邊，人人都喺度講創業、講 IPO、講下一個改變世界嘅 idea。Elon Musk 坐喺 Stanford 嘅課室入邊，對住一個材料科學博士課程，然後望住窗外正在沸騰緊嘅矽谷，諗咗2日，
然後佢去揾係主任問咗一個問題：如果我而家退學去創業，日後係咪可以翻嚟繼續讀？係主任話係可以。伊朗話好多謝，然後走咗。佢媽媽後來喺訪問入邊話，佢知道伊朗要退學去創業嗰陣，反應係去咯，橫掂你中意做嘅嘢，我都阻唔到你㗎。Mavis 係一個非常清楚自己個仔係咩人嘅媽媽。喺 Stanford 退學之後第3日 Elon Musk 同佢細佬 Kimball 喺 Palo Alto 租咗個蚊型辦公室，買咗一部2手電腦，就咁開始佢哋嘅第一間公司。因為租辦公室比租屋平，佢哋索性喺辦公室放張梳化瞓，廁所當浴室，梳化當床，辦公室當屋企。嗰個時期，矽谷啲後生仔話自己係車房創業，Elon係廁所創業。呢間公司叫做 Zip2，而呢個決定係 Elon Musk 由一個喺農場鋤地、喺木材廠搬木、喺夜店當保安嘅人，變成一個億萬富翁嘅第一步。但係做生意邊有咁順利？好啦，我哋而家喺1995年矽谷一個租金平到你唔敢相信嘅辦公室入邊，辦公室入邊有2個人 ，Elon Musk 24歲，同佢細佬 Kimball Musk 22歲。辦公室入邊有一部2手電腦、一張梳化，同埋2個腦入邊裝住我哋要改變世界嘅後生仔。辦公室入邊冇廚房，冇浴室。哦，係有浴室，係公共浴室，係走廊盡頭嗰個。冇床，因為梳化就係床。兩兄弟窮到冇錢食好嘢，日日喺附近嗰間七仔解決3餐問題。主要食熱狗同公仔麵，唔係因為好食，係因為夠平。呢個蚊型辦公室就係 Zip2 嘅誕生地。Zip2 係做咩嘅？就係幫各大報館整一個網上資訊平台。而家你想揾間餐廳食法國菜，你去 Google 揾。你想知附近邊間戲院上緊咩戲，你去網上查。你想知邊間 pub 開到天光，你 Google。但係喺1995年，呢啲資訊係冇得喺網上揾嘅。你要知附近有咩餐廳，你要翻本黃頁。你要知間餐廳嘅地址，你要打電話去問。你要知戲院上緊咩戲，你要買份報紙睇。Zip2 嘅 idea 就係將呢啲嘢全部搬上網。邊間戲院上緊咩戲，邊間餐廳賣法國菜，間餐廳喺邊間 pub 開到天光，全部喺網上揾到，唔使翻黃頁，唔使打電話，唔使買報紙。你而家用 Google Map 揾餐廳，嗰個年代 Zip2 就係做緊咁上下嘅嘢。但係喺1995年，呢個係一個極之前衛嘅諗頭，因為嗰個時候大部分人對互聯網嘅體驗係咁嘅。你要上網，首先要插條電話線。然後你會聽到就係嗰把令你以為部電腦中咗邪嘅聲音。等佢連線完啦，可能要等1-2分鐘。連線之後，你想睇一張圖片，圖片由頂部慢慢撈，你冇嘢做，你就坐喺度等，開始唱陳百強嘅等。圖片撈咗5分鐘，撈咗上半節。突然之間，你阿媽喺隔離房攞起電話打俾三姑姐，你條網即刻斷線，你要由頭嚟過撥號連線上網。仲有你上緊網嘅每一秒，電話費就喺度1蚊1蚊咁計緊。就係呢個年代 ，Elon Musk 已經喺度諗緊點樣將城市資訊搬上網，話俾所有人知。互聯網係未來。Elon仲睇穿咗報館嘅死穴，今日發生嘅事要等到聽日先睇到報紙先至知道。但係喺互聯網上面，同一件事，你而家睇，而家知，唔使等。喺互聯網面前，報紙嘅新聞係舊聞。所以啲人慢慢唔買報紙，慢慢唔睇報紙，報館慢慢冇收入，慢慢玩完。講真啊，你而家仲記唔記得你上一次買報紙係幾時啊？唔係喺便利店門口順手攞嗰份免費報紙，係真係俾錢買嗰份。你諗下，諗唔起啦係咪？係羅Elon嗰陣已經睇到呢個趨勢，而 Zip2 就係嚟幫報館上網追上個時代。問題係冇一間報館睬佢。Elon同 Kimball 兩兄弟開始走去敲各大報社嘅門，向佢哋推銷 Zip2。
第一間報社嘅反應係多謝，我哋考慮下先，即係唔要。第二間報社嘅反應係互聯網，我哋係做報紙㗎，唔係做電腦㗎，即係唔明你講緊咩。第三間報社嘅反應係你哋係咩公司嚟㗎？有冇辦公室㗎？伊朗就回答有，喺 Palo Alto。雖然係蚊型梳化辦公室，但係技術上係有辦公室冇錯。喺不斷撞板、不斷被拒絕、不斷食熱狗嘅情況下，Zip2 慢慢開始有進展。佢哋揾到咗幾個天使投資者，拎到少少資金，然後慢慢開始簽到第一批客戶，包括紐約時報同芝加哥論壇報，就係嗰個大名鼎鼎嘅紐約時報。但係就係喺呢個時候，伊朗遇到咗一個佢人生中不斷重複發生嘅事。投資者覺得佢唔適合做 CEO， 佢哋話伊朗太衝動、口直心快、唔識轉彎、難頂，對人好冷血、唔留情面、出手好重。講真，呢啲批評係有道理嘅，因為伊朗對工作嘅要求係一係完美，唔係就閃開，而呢個標準放喺一個初創公司入邊係會令好多人頂唔順嘅。所以投資者踢咗伊朗落台，換咗個有經驗嘅人做 CEO。喺自己創立嘅公司入邊，俾人踢落去做普通員工，唔係第一次，亦唔係最後一次。你問伊朗係咪好憤怒？係好憤怒嘅。你問伊朗係咪就此放棄？唔係，佢繼續留喺 Zip2 做嘢，繼續寫 code，繼續推動公司發展，因為佢知道呢件事只係暫時嘅。最終公司係好係壞，係由產品決定嘅，唔係由 CEO 個銜頭決定嘅。1999年2月。Compaq 就係嗰個做電腦嘅 Compaq， 你而家可能唔知 Compaq 係咩，但係喺1999年 Compaq 係全球最大嘅電腦公司，係美國科技界嘅巨無霸，係嗰個年代嘅 Apple。Compaq 以3億0700萬美金收購咗 Zip2， 3億0700萬美金，即係24億港紙。Elon Musk 喺 Zip2 入邊持有7%嘅股份，所以佢拎到大約2200萬美金。2200萬美金。呢個係一個由喺七仔食熱狗到拎到2200萬美金嘅故事，而且成個過程只係4年。正常人呢個時候會做咩啊？買間大屋，買架靚車，飛去芭提亞度假曬太陽。Elon Musk 呢個時候做咗咩？佢買咗架 McLaren F1 跑車，100萬美金，係全世界最快嘅車之一。然後喺冇買保險嘅情況下撞爛咗佢。係。Elon Musk 係拎到2200萬美金之後做嘅第一件事，係買咗一架100萬美金嘅跑車，冇買保險，然後撞爛咗佢。呢件事話俾我哋知，天才唔一定係喺每一件事上面都係天才，天才都有白痴嘅時候。但係同一時間，除咗買跑車同撞爛佢之外，Elon仲做咗另一件事，而呢件事先係真正重要嘅。佢攞住剩低嘅錢，即刻創立下一間公司。1999年 Elon Musk 創立咗 X.com。X.com 係一間網上銀行，概念係你可以喺網上管理你所有嘅金融事務、儲蓄、投資、匯款、支付，全部一站式搞掂。喺1999年呢個係一個好大膽嘅諗頭，因為嗰個時候你叫人將錢放上網，佢哋嘅反應係放上網個網站聽日執笠咗，我啲錢點算？唔好，我寧願放喺床下底。但係 X.com 有一個殺手鐧，佢哋係第一個向新用戶送錢嘅網上金融服務。你開戶，佢哋送你20美金；你介紹朋友開戶，你哋兩個各攞10美金。呢個就係而家你喺啲 App 見到嘅介紹朋友有着數嘅祖師爺之一。效果係點？X.com 喺推出後幾個月之內，用戶數目突破20萬人。同一時間，隔離有另一間公司叫做 Confinity。係做緊一個叫做 PayPal 嘅服務，同 X.com 做緊差唔多嘅嘢。兩間公司喺矽谷同一條街上面互相搶客，搶到最後，兩間公司嘅投資者齊話：喂，你哋係咪可以唔好再搶啦？合埋一齊咪仲好？就係咁 ，X.com 同埋 Confinity 合併咗 ，Elon Musk 成為咗合併後公司嘅 CEO。個服務改名叫 PayPal， 萬事順利。然後2000年 ，Elon Musk 同佢第一任老婆 Justin 結婚，然後出發去澳洲度蜜月。又係佢喺澳洲度緊蜜月嘅期間 ，PayPal 嘅董事會召開咗一個緊急會議。議題係我哋係咪應該換走 Elon？ 結論係 Elon Musk 喺度蜜月期間俾自己嘅公司踢走 CEO 位置。
佢哋派咗個人去澳洲通知伊朗呢個消息。你諗下，你喺度度蜜月，然後突然有人走嚟同你講，對唔住，你而家唔係 CEO 啦，你會點反應啦？伊朗嘅反應係，老實講係非常克制嘅。佢冇即刻飛翻去大鬧董事會，冇打電話爆粗，冇喺 Twitter 發文。佢知道喺商業世界入邊呢啲事係會發生嘅。佢明白董事會對佢嘅批評，佢太固執，佢太難搞，佢要求太高，呢啲指責係事實。但係佢同時知道一件事，佢係 PayPal 嘅最大股東。只要公司做得好，最後啲錢仍然係會流入佢銀包入邊。PayPal 喺接落嚟幾年成為咗全球最主要嘅網上付款系統，尤其係喺 eBay 入邊 ，PayPal 幾乎係唯一嘅選擇。你喺 eBay 買嘢就係用 PayPal 俾錢，簡單直接。用戶數目由幾百萬膨脹到幾千萬。然後喺2002年 eBay 決定，與其俾 PayPal 喺度賺錢，不如直接買咗佢。收購價格15億美金，15億美金，117億5千萬港紙。伊朗作為 PayPal 嘅最大股東，持有大約11.72%嘅股份，套現大約1億7580萬美金，大概13億7千萬港紙。加埋之前賣 Zip2 嘅2200萬，伊朗手上有大約2億美金嘅現金。2億美金，係你冇聽錯。而伊朗當年咧係31歲，而家係2002年。伊朗31歲，手上有2億美金現金，人喺加州，喺全球最瘋狂嘅科技創業時代。你而家係佢，你會點做？大部分人嘅答案都係買層樓、買架車、退休唔做嘢，嘆過世。而 Elon Musk 點做？佢攞住成副身家壓落3個所有人都話係黐線，冇可能成功，啲錢會燒晒嘅項目上面。1億美金落咗去一間火箭公司，7000萬美金落咗去一間電動車公司，1000萬美金落咗去一間太陽能公司。呢3間公司係 SpaceX、Tesla 同埋 SolarCity。當時所有人嘅反應係：Elon，你係咪癲咗？火箭公司、電動車，你知唔知呢啲係咩行業？火箭係政府先做得㗎，私人公司係做唔到㗎。電動車係試過唔得㗎，大車廠都做唔到。你一個賣軟件嘅人做得到？Elon嘅回應係：我知道呢3件事成功嘅機率好低，我估計大概係10%左右。但係如果我唔做，就冇人做啦。所以我寧願用我所有嘅錢去試一試，就係咁簡單。唔係因為佢自大到以為自己一定成功，係因為佢計算過，覺得呢件事係值得做嘅。無論結果係點，壓住之後冇幾耐，Elon喺一個訪問入邊話：我已經將所有嘅錢壓落去呢3間公司啦，我要借錢交租。係壓住咗2億美金之後，Elon Musk 係要借錢交租，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故事嘅開始。呢條片係 Elon Musk 系列嘅第1集。因為 Elon Musk 嘅故事實在係太長啦，如果全部放喺一條片度，足足要90分鐘，即係1個半鐘。老實講，我唔覺得好多人願意坐定定睇一條1個半鐘嘅片，我自己都唔會。所以我將佢分咗3集。第1集係而家你睇緊呢條 Elon Musk 傳奇，南非細路到矽谷億萬富翁，雄心萬丈嘅鋼鐵俠。每集大約35分鐘，坐低飲杯茶嘅時間，睇完1集。如果你而家睇完第1集，想知第2集幾時出，記得訂閱個頻道，咁我出片嗰陣 YouTube 會通知你。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想請我飲杯咖啡，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返啲電，繼續拍落去。